大家好，歡迎收睇《沿岸錄》。喺大家眼中，家本應係避風港，還是一個令人窒息嘅牢籠。2009年北京大興，一個平凡嘅晚上，一家6口喺睡夢中慘遭毒手，死者竟然包含2名仲未懂事嘅細路。最令人心寒嘅係，兇手行兇之後，竟然可以淡定咁清潔現場，仲帶埋錢去三亞海邊度假。當真相大白嗰一刻，引發咗成個社會輿論震驚。究竟係咩嘅仇恨，可以令一個男人親手將所有至親推向死亡深淵？今日我哋就嚟講解呢單震驚全國嘅北京大興滅門案。2009年11月27號，北京大興區清源路清晴明苑小區內，本應充滿住迎接週末嘅輕鬆氣氛，但係一通急促嘅報警電話打破咗呢份寧靜。報警嘅係一名中年女士，佢顯得神色慌張，話自己哥哥李福清同侄仔一家已經失蹤咗4日。呢名報警人係李女嘅姑姐，佢表示連日嚟打電話對方都冇人聽，去到門口敲門亦都冇任何回應。喺呢個屋企仲有一個剛滿1歲嘅幼童，按常理講唔可能全家人一齊消失4日咁耐。姑姐心入面有種強烈嘅不祥預感，佢揾嚟物業管理同開鎖公司。起初開鎖公司因為佢唔係戶主而拒絕，但係物業人員見事態嚴重，決定架起長梯，透過單位後窗望入去，就係呢一幕。物業人員當場嚇到臉色發青，佢見到屋內客廳地上一片殷紅，隱約可見有人橫臥喺血泊之中。警方接報後迅速破門，一踏入屋內，一股濃烈嘅血腥味撲鼻而嚟。現場嘅慘狀令見慣大場面嘅警員都驚訝。客廳地下躺臥住一男一女，年約50幾歲。主臥室有一名30歲左右嘅女性，另一個房間則係一名20幾歲嘅後生女。而最令警員心碎嘅係喺兒童房嘅床上揭開被鋪後，發現咗2名血肉模糊嘅細路，一個6歲，而另一個年僅只有1歲。法醫初步判定死亡時間大約係11月23號晚到24號凌晨，全家6口無一幸免。命案發生後，警方首要任務係確認生還者。呢家人原本有7個人住，唯一唔喺現場嘅就係男主人李女。警方立即調取小區嘅監控錄像，發現咗詭異嘅一幕。11月24號凌晨，即係案發後嘅幾個鐘，李女出現喺電梯監控入面。佢神情淡定，手上拎住一個大拖把同埋一袋黑色垃圾袋，似乎係啱啱清潔完現場。佢將垃圾丟棄之後，就駕駛自己架私家車離開咗小區。警方隨即發現李女並冇遠走高飛去偏遠山區避難，而係用自己嘅身份證買咗前往深圳嘅機票。佢先去咗深圳短暫逗留，然後轉往海南沙馬。喺逃亡期間，李女表現得唔似一個殺人犯，反而似一個普通遊客。11月28號傍晚，三亞警方根據北京提供嘅線索，喺三亞一間酒店大堂將李女截獲。當時嘅李女剛做完足浴按摩，正準備返房休息。面對警察，佢表現出咗一種令人不寒而慄嘅平靜，甚至仲有如釋重負嘅笑容。當晚，李女喺審訊室入面交代咗所有罪行，震驚全國嘅滅門真相終於浮出水面。要理解呢場悲劇嘅發生，必須返到李女嘅童年時期。李女生於1980年北京嘅一個農村家庭，家境貧窮。李女嘅童年就係喺無休止嘅爭吵同暴力中成長。李女嘅父母雙方關係極差，細個嘅李女會經常一個人匿喺房間入面，用手揞住耳仔，試圖阻隔房間外面嘅爭吵聲。呢種童年陰影令佢性格變得非常內向同孤僻。後來佢被送到爺爺嫲嫲屋企住咗幾年，嗰段時間係佢人生唯一感受到溫暖嘅日子。
但係當佢7歲要返屋企讀書嘅時候，一切又回復返世時嘅狀況，而且屋企仲多咗個妹妹。父母將所有關注同寵愛都俾咗個妹，而對李女則係態度嚴苛。妹妹犯錯受罰嘅永遠係哥哥李女。李女想買玩具，父母會話佢唔生性，但妹妹要買新衫，父母就果斷應承。父母甚至會當眾羞辱李女，話佢不如妹妹聰明，不如妹妹聽話。長大後嘅李女雖然成家立室，開咗間餐館，收入亦都唔錯，但家庭嘅權力結構並無改變。李女喺外面要受生意氣，返到屋企要受父母嘅氣。而老婆黃美琳性格強悍，對李女管教極嚴。黃美琳喺一間直銷公司任職銷售員，因為長期嘅銷售壓力，業績唔達標，經常會問老公要錢填補業績。李女曾喺審訊中講過：我喺呢個屋企好似連狗都不如。呢種長期嘅壓抑同埋被邊緣化喺佢心入面埋下咗一條毀滅性嘅導火線。2009年，大興區面臨拆遷，李女家嘅老屋換嚟咗高達600萬嘅補償款。對於一個普通家庭嚟講，呢筆錢係改善生活嘅契機，但對於李家嚟講，呢筆錢變咗催命符。佢哋先係用呢筆錢購置咗一個位於大興區清晴明苑嘅單位改善生活，之後剩低落嚟嘅400幾萬餘款，夫妻之間圍繞住呢筆錢開過無數次家庭會議。李女想先將錢存起嚟，今後再作打算，而老婆黃美琳則建議用嚟投資，雙方產生分歧，但係每一次討論到最後都會演變成對李女嘅集體圍剿。案發當日11月23號，李女送父親去參加親戚婚宴，席間老父當住眾多親戚面前再次嘲諷李女冇出息，一世都係幫人打工嘅命。李女全程一言不發，內心嘅憤怒已經到達臨界點。當晚返到屋企，老婆黃美琳又因為瑣事不斷埋怨。凌晨時分，當老婆仲喺度喋喋不休嘅時候，李女腦海中最後一絲理性嘅嗰根弦徹底斷裂。李女首先行入廚房，拎起咗菜刀。佢第一個殺害嘅係正喺度喋喋不休嘅妻子黃美琳。隨後佢推開妹妹嘅房門，將呢個受盡寵愛、一直同佢爭奪資源嘅妹妹，將佢亂刀斬死。慘叫聲驚動咗父母。當老父同母親先後走出房間查看時，李女已經完全喪失人性，將多年嚟對佢哋嘅恨意全部傾瀉喺刀鋒之上。殺死咗4名大人之後，李女坐喺客廳嘅梳化上。根據口供憶述，當時佢喊咗2個鐘，心入面好亂，但係佢並冇選擇收手或者報警，而係產生咗一個扭曲嘅念頭。佢望向兒童房入面熟睡嘅2個親生骨肉，心裏面表示：我殺咗人，肯定係死路一條。如果我走咗，2個細路都係冇人照顧，佢哋會唔會好似我咁長大後受盡白眼同欺凌？與其留佢哋喺世上受苦，不如帶埋佢哋一齊走。於是李女行入兒童房，親手結束咗2名骨肉嘅生命。做完一切之後，佢開始冷靜咁清理現場，甚至仲幫2名兒子冚翻好被鋪。隨後佢帶走咗屋入面嘅現金，開始咗嗰段看似寫意嘅三亞之旅。2010年8月，北京大興滅門案正式開審。喺法庭上，李女對所有控罪供認不諱，佢拒絕為自己辯護，亦拒絕尋求法律援助。佢唯一嘅要求就係請法官判我死刑，越快越好。佢甚至喺法庭上對住姑姐露出詭異嘅笑容，似係一種嘲諷，又更似係一種解脫。2011年9月16日，李女被執行死刑。雖然罪魁禍首已經伏法，但案件留俾社會嘅創傷依然難以平復。李女係一個惡魔，但呢個惡魔並唔係天生嘅，而係由畸形嘅原生家庭、缺乏溝通機制以及極度壓抑嘅生存環境共同養大嘅
我哋唔係要為殺人犯洗白，而係要正視藏喺平凡家庭背後嘅陰影，語言嘅冷暴力、情感嘅偏袒、對個體尊嚴嘅踐踏，往往比利刃更加傷人。如果李蕾嘅父母當年能俾佢多一點關愛，如果黃美琳能多一點體諒，如果李蕾自己能選擇逃離而唔係殺戮，結果會唔會唔一樣？今日嘅案件解說就到呢度。呢單案提醒我哋，而家應該係愛嘅發源地，而唔係仇恨嘅溫床。如果你覺得身邊有人正處於極度壓抑嘅狀態，請多一點關心同引導，或者尋求專業嘅心理協助，避免悲劇再次發生。如果你都中意我哋呢個頻道，記得加關注同俾個 like， 亦都歡迎喺下面留言講講你嘅睇法。我哋下期再見，拜拜。